各位朋友，今集真係要認真傾下呢個近排令好多香港人好焦慮，亦都好貼身嘅問題。最近你開手機、行街或者去各大討論區 social media， 特別係 Threads 上面，有冇注意到一件事？每畫3-5個 post 就會見到一篇篇長文字嘅失業日記。有人寫自己35歲突然被裁，送咗幾百份 resume 出去，好似投海大海無針。有人22歲剛大學畢業，見咗10幾份 job， 嚇咗半年都仲係完全冇 offer。仲有45歲嘅中層管理人員，公司一句架構重組就即刻要包袱走人，甚至連一啲55歲做咗幾十年嘅老員工都面臨隨時被解僱嘅危險。好多人都在問，香港係咪真係爆發緊一場比2003年沙士時期仲要嚴重嘅失業潮？如果大家仲記得2003年沙士嗰陣，香港嘅失業率最高升到去 8.5%， 當時成個社會愁雲慘霧，鋪頭一間接一間關門，物價爆跌，樓市變負資產。但係點解今日官方公布嘅失業率數字睇落去好似仲係維持喺3點幾4左右，算係相對健康嘅水平，但大家身邊嘅感受卻係慘過2003年。原因好簡單，因為今日嘅失業潮同當年嘅爆破式打擊根本唔同。今日嘅職場係在一種隱形萎縮嘅狀態底下運作。2003年係一時之間衝擊太猛，但等病毒一過，自由行一開，經濟迅速就迎來呼迎反彈。但今日呢？今日係好多行業嘅職位開空，根本就係永遠消失咗。公司唔係直接宣布破產，而係凍結人手，有人離職唔補人，一 local team 嘅嘢分給3個人做，又或者將成個部門 operations 搬去深圳、搬去東南亞，甚至係直接用 AI 同自動化取代。講到呢度，大家最關心嘅問題就嚟啦，到底造成呢個局面嘅最大元兇係咩？好多職場打工仔，特別係中下層嘅文職同服務業同胞，都將矛頭指向近年港府大力推行嘅各類人才輸入計劃，包括高才通、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以及專才輸入計劃等等。大家會覺得本來本地嘅職場職位已經喺度收縮，但政府仲喺短時間之內批准咗10幾萬甚至幾十萬嘅外地人才同埋勞工入嚟。呢啲新入嚟嘅競爭者好多學歷又高又肯捱，甚至薪酬要求比本地人仲要低，結果造成咗嚴重嘅擠壓效應。但係我哋客觀咁去剖析，輸入人才計劃到底係咪唯一或者最關鍵嘅元兇，定係佢只係一個雪上加霜嘅催化劑？首先，我哋要睇下輸入人才計劃嘅實際運作。好多通過高才通嚟香港嘅朋友，固然有部分人真係喺本地退到高薪厚職，甚至自行創業，但亦有相當一部分人喺嚟到香港之後，發現本地嘅高薪金融、科技同商業職位根本冇想象中咁多，結果部分人為了符合續簽條件，唯有往下、向下沉，去競爭一啲原本屬於本地中產或者中層文職嘅職位，甚至喺某些行業，例如信息科技、數據分析、普通文職同埋中低層管理，因為供應暴增，直接拉低咗成個行業嘅薪酬底線。對於一個30幾歲要養家供樓嘅本地打工仔嚟講，以前可能要求3萬幾、4萬月薪，但而家市場上面有大量學歷背景相若，甚至更高嘅競爭者，願意接受2萬幾嘅人工。咁樣嘅職場競爭力落差，自然令本地打工仔感受到前所未有嘅威脅。但如果我哋只係歸咎於輸入人才，其實係忽略咗更深層次嘅經濟結構危機。香港職場嘅萎縮根本原因係需求端出現咗極大嘅問題。第一係整體經濟活動嘅轉型同埋轉移。香港過去幾十年賴以生存嘅幾大支柱產業、金融、物流、地產同埋零售，今時今日都面對住各自嘅瓶頸。金融業受制於全球地緣政治同埋資金流向嘅改變， IPO 市場同埋投資銀行嘅交易量大不如前。以前一間投行動輒發放幾10個月 bonus， 大量招聘畢業生嘅日子一去不返，取而代之係一輪接一輪嘅 cut 人同 cut 部門。地產方面，樓市成交量低迷，發展商投地意欲低落，直接影響到建築、工程、室內設計以至地產代理等成個產業鏈嘅就業人口。第二係消費模式嘅結構性改變。大家睇下今時今日嘅港人消費習慣，週末或者假期，幾十萬人北上深圳消費，由食飯、睇戲、洗牙到買日用品，全面北上沉浸式消費，留在香港嘅消費力大大減弱，直接令本地嘅餐飲、零售同埋服務業陷入極度寒冬。一間又一間幾十年嘅老字號連鎖店接連結業，呢啲結業潮背後係
係數以萬計嘅基層打工仔失業，而呢啲基層打工仔失業之後，好難喺短時間內被其他行業吸收，結果就形成咗極大嘅隱形失業人口。第三就係科技同 AI 嘅衝擊。以前一個部門需要10個 junior 幫手做 data entry、寫報告、做 research， 而家只要一個識得用人工智能工具嘅 senior 配合幾套 software 就可以做到以前幾個人嘅工作量。呢種技術變革首當其衝，受害嘅就係剛畢業嘅20幾歲年輕人，以及做咗10幾年單一重複性工作嘅40幾歲中層員工。講到年輕人，呢個亦係今次失業潮最令人痛心嘅一環。大家如果上 Threads 睇下，好多22歲、23歲嘅應屆畢業生寫嘅失業日記，真係睇到令人心酸。以前大家讀完大學，就算唔係名校畢業，一份15,000到18,000蚊嘅 entry level 工作，慢慢做，慢慢升，好歹都算係一條看得見嘅向上流動階梯。但而家好多年輕人投咗幾百份 CV， 連一個 interview 嘅機會都冇。有啲幸運啲見到面，結果發現對方開出嘅條件竟然要你身兼多職，返工時間超長，而人工只有11,000、12,000蚊，甚至仲低過做外賣員或者餐飲兼職。呢種畢業即失業或者畢業即學非所用嘅困境，令到成個年輕世代產生咗極大嘅無力感。年輕人覺得自己聽從社會嘅建議，努力讀書，考入大學，拿取學位，但出到嚟社會，才發現世界已經變咗樣，傳統嘅向上流動路徑已經徹底斷裂。然而，面對年輕人同埋廣大打工仔嘅焦慮同痛楚，某些高官同埋政策制定者嘅回應，往往令人覺得同社會現實嚴重脫節。大家可能都聽過或者睇過相關嘅新聞，當有青年代表或者傳媒反映而家嘅年輕人就業困難、收入不穩定，對未來感到茫然，連基本生活都成問題嘅時候，居然有高官在公開場合反問青年，既然覺得私樓貴，何不考慮買居屋？或者建議年輕人視野要放長遠啲，可以考慮去大灣區或者其他城市發展，唔好只局限喺香港。呢類何不食肉糜式嘅言論一出嚟，就即刻引爆咗成個網絡嘅輿論同埋積壓已久嘅怨氣。大家諗下，一個20幾歲剛畢業，連月薪萬幾蚊嘅穩定工作都考唔到，每日要喺 Threads 上面寫失業日記，為下個月嘅租金同生活費發愁嘅年輕人，官員竟然問佢何不買居屋？買居屋要首期，要通過銀行嘅壓力測試，要每個月有穩定嘅供款能力。在一個連穩定工作都係奢侈品嘅年代，談論買居屋根本就係邏輯混亂，完全忽略咗問題嘅根本喺邊度。這種官民認知上面嘅巨大鴻溝，某程度上比起失業率本身更加令人感到無奈同絕望。當社會需要嘅係政策上面嘅精準扶持、職場轉型嘅支援、對本地就業優先嘅保障時，官方給予嘅回應卻往往係冷冰冰嘅統計數字，或者是看似理所當然，實質脫離現實嘅人生建議。我哋再反睇 Threads 上面嗰啲失業日記，其實每一篇日記背後都係一個真實嘅家庭同埋一段沉重嘅人生故事。有一個38歲嘅爸爸寫到，自己被裁員之後不敢話給屋企人知，每日早上依然穿着西裝，拎住公文包出門，然後去麥當勞或者圖書館坐足一整日，一路狂發 resume， 一路等夜晚時間到才回家。亦有一個28歲嘅女仔，原本喺一間公關公司做咗5年，公司生意不景氣，解散咗整個 team。佢由最初非本行唔做，到後嚟願意降薪30%，再到最後要去超市做兼職上架員，來維持每月嘅基本開支。呢啲唔係個別例子，呢啲係正在千千萬萬個香港人身上發生緊嘅真事。咁樣嘅情況下，香港嘅未來到底會點走？我哋又應該點樣去面對呢場隱形失業潮？首先，政府喺政策層面上真係需要重新審視同埋調整輸入人才與保障本地就業之間的平衡，引進外地高精尖人才，以提升香港嘅競爭力。呢個大方向冇人會反對，但喺實施嘅過程中，必須要有更嚴格嘅審查機制，確保輸入嘅係香港真正缺乏嘅頂尖人才，而不是與本地中下層初出茅廬嘅年輕人直接搶飯碗。同時，對於各類人才計劃嘅續簽條件，亦應該有更真實嘅經濟效益評估，避免出現假聘用或者低價搶崗位嘅惡性競爭現象。其次，成個社會需要給予年輕人同埋中年被裁員者更多實質嘅轉型支援。現時嘅再培訓課程好多仲係停留喺10幾年前嘅模式，教一啲已經被市場淘汰或者飽和嘅技能。政府同埋企業應該合作，提供更多符合未來趨勢嘅培訓，例如 AI 應用、數據分析、新能源技術、跨境電商等等，並且喺培訓期間提供足夠嘅生活津貼，讓失業人士可以無後
後顧之憂咁去裝備自己。而對於我哋每一個普通打工仔嚟講，喺呢個充滿不確定性嘅年代，我哋亦都需要改變我哋嘅思維同埋應對策略。第一係一定要建立多重收入或者邊界拓展嘅意識。以前一套技能做一輩子，在一間公司做20-30年，到退休嘅時代已經永遠過去咗。無論你係22歲、35歲，仲係50歲，都必須要保持學習嘅能力，發展自己嘅 side hustle， 或者學會運用新科技嚟提升自己嘅工作效率。第二係財務上面要保持高度嘅警惕同埋彈性。喺經濟順境嘅時候，好多人習慣咗高消費、高負擔嘅生活方式，開大個槓桿去買樓、買車。但喺現時呢個環境底下，現金流先係最重要嘅命脈。保持足夠嘅緊急預備金，盡量減少不必要嘅高風險負債，先可以喺面對突如其來嘅職場風暴時，有足夠嘅底氣同時間去尋求轉機。第三係心理上面嘅調適，失業或者職場挫折喺現時嘅大環境底下，絕對唔係你個人嘅失敗，亦唔需要感到羞恥。Threads 上面之所以有咁多失業日記，某程度上亦係一種社會集體情緒嘅宣洩同埋互助。大家喺呢個平台上分享經歷，互相打氣，交換求職信息，其實係一種好健康嘅自救方式。記住，職場只係人生嘅一部分，失業並不代表你個人價值嘅否定。總括嚟講，香港今日面對嘅就業困境唔係單一原因造成嘅，佢係全球經濟轉型、本地產業結構調整、地緣政治變化、科技衝擊以及政策偏差等多重因素交織在一起嘅結果。要話佢仲衰過沙士，喺宏觀數據上可能未完全反映，但喺微觀嘅市民感受同埋未來預期上，嗰種深層次嘅無力感同迷惘感，確實係2003年以來前所未有嘅。解鈴還須繫鈴人，政策制定者需要放下傲慢，真正走入群眾，聽下22歲畢業生嘅哀鳴，感受下45歲被裁中層嘅絕望，而不是用一句何不買居屋或者冷冰冰嘅統計數字來搪塞。只有真正正視問題嘅存在，尊重本地勞工嘅權益，給予年輕人看得見嘅希望，香港先可以喺呢場漫長嘅經濟寒冬之中，反屬於自己嘅出路。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希望每一位正在職場上面奮鬥或者暫時陷入困境嘅朋友，都可以保持身體健康，調整好心態，喺逆境之中，找到屬於自己嘅方向。加油！